食玩假期，東京、富士山、箱根、伊豆、鎌倉、賞花溫泉5天團，買一送一超值優惠，2人同行1人價錢，仲有暑假雙重獻禮，7至8月出發，小童勁減1000蚊，性價比極高。7月5日至8月25日出發，限定時令水果任食，特別安排富士山區果園入場，水蜜桃任食30分鐘，又甜又多汁，大人細路都中意。細意安排入住2晚溫泉酒店，浸住天然溫泉，身心靈放鬆，療癒指數爆燈，4季賞花絕景，大石四季公園季節限定花海，配合河口湖嘅景色，成個地方靚到好似明信片咁啊！環遊富士山，一次過飽覽隱野白海、河口湖、新倉淺間神社呢3大人生必到絕景，仲會去埋日本武家古都鎌倉、米芝蓮2星修善寺竹林小徑，仲有日本最長3島大吊橋 Skywalk， 飽覽富士山同駿河灣，一次過玩盡東京周邊。今個暑假震撼價買一送一，每位低至5000幾蚊，名額極度有限，報名要快啦！